你好，我的名字叫 Felina Leomonzaya， 中文名字叫梁春霞，你可以叫我春霞老师。我出生在1989年2月13日，今年31岁了。我是雅琪的华人。我住在卡约安二路。我是一个很可爱、爱完美、爱干净、爱生气和很吵的人。我喜欢烤面包和蛋糕，弹钢琴，看电影，看小说和去旅游。谢谢大家。你好，我要介绍我的好朋友。我的好朋友叫 James Chen， 他的中文名字叫陈新豪，你们可以叫他陈老师。他出生在1988年7月25日，今年32岁。他是台湾人。他住在开元安二路。他是一位老师，在雅琪大学工作。他是一个爱干净、爱整齐、爱完美、高和帅的人。他喜欢运动、玩游戏、看电影、出去旅游和玩模型。谢谢大家。